后来，过来是业界的消息，五月天伫中国的上海开演唱会，邀请到蔡依林来做贵宾。因为进前都咧传讲，五月天的阿信甲蔡依林咧行，所以两个人伫演唱会做伙来唱。今仔日你要嫁予我这条歌的时阵，是唱到互人感觉讲，这两个人真暧昧。 五月天上海演唱会，请到九令蔡依林做嘉宾，演唱《玫瑰少年》，两人总算同台，现场的歌迷有够欢喜。1月5号。1月5号。对，可以在小巨蛋跟我约会吗？成功约会，说来后一句，何以更加歹势？你为什么只问他们4个人，就是没问我？哦，我问你啊。我你要去。答应我吗？答应啊。那你答应我，今天就嫁给你。哇！ 因为他上次过敏没来嘛。对，接下来要看他。你现在对我们还过敏吗？没有啦，我真的没有过敏。那个上次是真的不舒服，但今天真的舒服了。不是我说。现场歌迷一直看休，说来阿信甲九令做伙合唱，今仔日你来嫁予我，现场充满浪漫的气氛，两人唔拿手牵手，唱山歌来一段舞。 险啊，斟到秘书当地恋爱同款，其实两人有几啊摆合作。最近听讲两人伫行，今仔时常透过社群平台里点亲密，即马做伙演唱，或者的歌迷看到有够欢喜。对着这个偶像的幸福，当然伊嘛真支持。